維他寶970蜂蜜嚟自無污染嘅紐西蘭高山，產量有限，極為珍貴。點解麥盧卡蜂蜜特別矜貴？因為麥盧卡蜂蜜含有獨特嘅抗菌活性成分 MGO，MGO 含量越高，消炎抗菌能力就越好，係衡量麥盧卡蜂蜜品質嘅重要指標。維他寶970蜂蜜 MGO 超過970，擁有極高嘅消炎抗菌功效，有助改善喉嚨痛、消除口氣，長期食仲有助抑制體內炎症，舒緩關節炎同風濕骨痛。維他寶970蜂蜜，每日1細羹，消炎抗菌最安心。每日維他寶，日日精神好。哇！而家仲出咗便攜裝添，粒粒獨立包裝嘅麥盧卡蜂蜜，配以檸檬清香，幫你消炎潤喉，去到邊都可以隨時食啦。